現在啊，事態咧已經係做到最危險嘅，國家民族而家已經一個生死存亡關頭。一經發現，給予拘留，並告北京市公安局。王丹、烏爾開西、劉剛、柴玲。當北京發出通緝令嘅時候，香港人就繼續以自己嘅方式支持民運人士。有人更加展開一項秘密任務——黃雀行動，營救當時被北京政府通緝嘅人。當時我識得好多同過來做走私即係走私嘅朋友，佢哋有好廣泛嘅人際關係，同埋走私嘅工具同埋渠道，因此咧就一拍即合。營救完翻嚟之後咧，就將人交翻俾支聯會作安排，佢哋去外國。陳達貞話：佢哋總共營救咗133人，其中包括吾爾開希同埋李錄等等。另外，仲有一批活躍喺天安門廣場同學生之中嘅知識分子，例如陳一之、嚴家琪、蘇曉康等等。透過黃雀行動逃離內地嘅人士，大都喺東莞太平落船，出珠江口到香港屯門，喺龍鼓灘上岸之後，就再輾轉嚟到市區。但係陳達貞亦都承認，佢哋所救嘅人當中，好多並唔係受通緝嘅人士。但係喺一次行動當中，陳達貞嘅2個手下不幸翻船身亡，另外有2個人被捕。為咗救手足，陳達貞隻身去北京同公安部高層傾，佢發現佢同北京原來可以妥協，大前提就係要愛國。終於雙方達成協議，以停止營救行動嘅承諾換取2位手足嘅釋放。咁咧，我同北京方面都進行咗一個妥協。點樣妥協？第一就係既往不咎，對我呢個行動既往不咎，羅起自由。如果允許嘅，放我兩個伙計提早放。咁北京方面咧俾我嘅答覆就係點樣咧？只要你係愛國嘅，就有共同嘅語言。咁樣咧，我哋會一步一步咁樣，終於咪放咗2個伙計出嚟咯。透過黃雀行動，唔少民運人士都係經香港離開咗中國。香港人對民運人士嘅同情，中央冇批評過。但係民運人士經香港流亡海外，就令北京同香港嘅關係出現某方面嘅緊張。不能允許因為利用香港澳門作為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。確實，國際上有一些人想要把香港成為一個顛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，來攻擊我們共產黨的領導的這樣一個基地。不過絕大部分香港人始終堅持自己係愛國嘅。香港人嘅愛國情懷同當年北京嘅愛國觀念顯然有落差，而呢一種微妙嘅落差，亦都體現喺一啲傳統愛國港人身上。6四事件之後2年，1991年嘅3月，1年1度嘅人大政協會議喺北京召開。呢一日係港區人大小組會議討論總理嘅工作報告。默哀1分鐘是我的發言的一部分，所以假如在座中其他的代表有同感的，當然歡迎參加，不然的話也期望尊重這默哀的1分鐘是我的發言的一部分，等於我還在講話。謝謝大家。好了，繼續發言了。我的發言結束了，謝謝主席。一向敢言性格率直嘅港區人大代表廖耀珠，呢次嘅表現令人難忘。同組開會嘅當時嘅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未有阻止佢，會後更加對記者話：廖耀珠有言論自由。就喺呢一次兩會之後冇幾耐，華東地區遭遇百年一遇嘅特大洪水，
喺北京採訪兩會嘅香港記者即刻趕去災區，數以千萬計災民嘅困境、洪水嘅無情、災區嘅情景，立即傳到香港市民眼中。睇到同胞痛失家園，香港人嘅愛國情懷又一次顯露無遺，港人再次自發支援救災賑災。我哋喺報紙所睇到咧，同埋實際嘅情形，俾我哋再知嘅咧，可能會爭咗10倍或者100倍咁多。慘啊！呢一場長達12個鐘頭嘅籌款演唱會，由白天到夜晚。呢度係2年前對北京民運表達支持籌款嘅同一地點。2年之後，差唔多係同樣嘅面孔，同樣嘅形式，表達嘅係同樣嘅關切。好快，香港嘅善款已經超過6億港元。喺18年前，呢個係天文數字。擔心香港成為反共基地嘅言論，從此被香港同胞同內地同胞血濃於水嘅形容詞所代替。但係北京同港人心裏面都明白，雙方對某啲問題嘅睇法仍然存有分歧。6·4就係一個至今仍然未能夠完全解開嘅結。劉銳紹本人或者就係一個好好嘅例。6·4期間，佢係香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主任。我哋應該如實反映，官方就覺得我哋係大逆不道。結果，劉銳紹係6·4事件之後被當時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點名批評嘅唯一香港人，並且一度被禁止踏足內地。但20年嚟，劉銳紹從來冇改變對國家嘅熱愛同關心。喺重獲回鄉證之後，更加經常返內地參與交流。佢覺得同內地溝通就要懂得變通。我20年嚟，我慢慢總結咗一樣嘢，就係點樣將3合會精神轉化成4合院精神，合情合理合法，再加一個合呢，就要合乎操作原則。4合院俾我個啟示就係話，佢嘅設計係好通風，到最後係將啲塵埃、將嗰啲細菌盡量吹走嘅。嗱，咁所以香港人有而家相對寬鬆嘅環境，咁係咪可以多探討呢啲4合院嘅操作方法呢？